大家知影迄个时阵是戒严时代，无言论自由。啊，我好多怎发表一篇，会使讲扫遍天下男性。第一篇文章伫批判传统男女无平等的代志。100年历史拢是 his story， 毋是 her story。啊，我的好朋友迄阵阵，施淑清、王宗平，阮3个人，一人出10万块，迄人10万块都真济啊，所以30万就让登记一个出版社，这个叫做拓荒者出版社，1976年成立，就安尼推动政治活动。迄阵阵我的主张吼，我感觉真简单，就是咱每一个人吼，先做人，才做男人或女人。你出世的时候你是人嘛，哦。啊，查甫也是查某，这第2项的角色。那么第2就是讲，你是什么像什么啊？你今日做律师，你就是律师，不是我是查某律师哈。然后最重要就是要人尽其才。那是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啊，所以那是台湾大概1970年代末，社会环境的氛围仍然认为啊，你念再多的书，对女性来讲，最好的归宿就是婚姻和家庭。作为一个女学生，在大学校园里面，感觉对未来是蛮茫然的啊。我的学习的出路在哪里？意义在哪里？吕秀莲女士写的这个新女性主义。那它里面有很多对于突破传统性别角色的一些论述啊，先做人，再做男人或女人啊。那这句话启发了我，让我领悟到，不管未来我要不要结婚，我都可以先做一个人啊，去发挥我自己啊，或者贡献我的所学。拓荒者出版社敢若2年内就出版15本书。冲击当时台湾父权体制，成做第一波启蒙台湾女性意识的先行者。落尾，佮进一步设保护力专线，带动查某人帮赞查某人的风潮。迄阵非常轰动，就鼓励讲妇女同胞，你若有家庭问题，有你个人的遭遇吼，解不开的困难，你来甲阮投诉，啊，阮尽量来甲你帮忙。拓荒嘛吼，就是我无穿的，我嘛是爱去行啊，老岁老弟嘛是爱行，啊你行出来这条路，后壁人行起来，唔免去腾只脚去行啦。哦，你穿的也嘛使行做好势啊。他是没有嘴巴的，他没有办法讲话，或者是没有办法看全部，到最后他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完整的面貌，就开始有了鼻子、眼睛、嘴巴，你可以说话，而且说你要说的话，这样子。伊买啊，遐物件就是，佮有足侪基金会、足侪女书店、什么会这拢出来。啊，出来这毋是讲吕秀莲去做的，伊无去做，这足侪义工的来做啊。台湾已经比美国进步啊！啊，不但安尼，咱真正足足进步20档，因为咱已经有查某副总统、查某总统，美国就爱到2021年。才有第1位女性副总统。一摆甲一群大学生斗阵，因拢讲啊，看过我的册啊，偌好都偌好。哦，啊，其中一个特别举手讲啊，我读了你的册以后，回厝看我妈妈吼，好像什么都不知道，安尼戆戆安尼啊。我讲你莫安尼讲，袂使批评恁妈妈。恁妈妈、恁阿嬷。过去迄个时代，所有的查某人吼，不准你读书嘛，干那伫厝诶忙东忙西，所以因是整个时代的牺牲者。啊，恁较少年有机会接触我的思想，看我的册，恁来较拍拼。查某人的未来是无安尼。